阿山拿360保骨數特約全場精華，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足球聯賽，東方龍獅喺旺角大球場鬥標準流浪，關乎聯賽爭標嘅關鍵之戰。贏完精英杯冠軍嘅東方龍獅希望乘勝追擊，但係佢哋喺上半場早段呢，就係要先接招㗎嚇。標準流浪嘅攻勢呢，就嚟自劉志樂，呢個嘅遠射呢，爭啲考起葉鴻輝嘅。咁標準流浪喺比賽初段其實都幾多攻勢啊！劉志樂今場就第一次聯賽正選上陣都有次嘅射門嘅，不過好快就嚟到東方龍獅嘅反擊，費蘭道扣翻嚟中間，跟住佢回翻後俾梁振邦一射就出咗界嘅。傻邦嘅呢一個遠射呢，係上半場嘅19分鐘，佢哋喺上半場嘅早段呢，都係處於一個逆境嘅狀態，不過呢陣子呢，就東方龍獅係不斷撳住嚟打嘅，新組嘅呢個頭槌爭啲搞得掂，不過呢可惜就中門柱啊！東方龍獅今場就3次中門框啊，咁今次係第一次啦，新組嘅頭槌中柱，咁啊跟住呢下啦，林恩許斬埋嚟遠處，費蘭道一頂亦都係中柱啊！壓住嚟打嘅東方龍獅呢，就不斷想揾入球嘅方法。隨住費蘭道嘅呢個頭槌中門柱呢，之後佢哋都繼續有攻門機會嘅噃。其實上半場嘅尾段呢，東方龍獅係好多攻勢，費蘭道一斬出嚟，林恩許壓後新組叫兩叫射埋去，不過過唔到李日俊嘅門將嘅撲救啊！射得靚，救得仲靚。隨住呢個攻勢搞唔掂呢，上半場嘅比分呢就係0比0嘅。不過呢，去到下半場呢個戰局呢出現咗微妙嘅變化噃。係啊，一開波就有個攻勢，個球斬埋嚟，新組攞翻個波勁射破網啊！新組今季入咗第15個入球啦。而呢個入球呢，亦都係新組喺超級聯賽嘅第7個入球啊！喺47分鐘呢，為東方龍獅先開紀錄。新組呢個先頂啦，頂完跟住自己又攞翻個波，再射去遠處，哇！網仔入啊！東方龍獅入咗呢一個入球之後呢，喺4分鐘之後就俾標準流浪一次快速嘅反擊呢，就偷襲得手，入波嘅呢係阿加斯圖。阿加斯圖依球個衝刺力就相當強啊！一個坦克車咁樣衝埋去，利用佢嘅速度壓到，跟住面對龍門葉鴻輝冷靜地射成1比1啦。呢個入球呢，亦都令到標準流浪嘅士氣值呢，可以話係直線上升嘅嚇。跟住落嚟呢，入球停不了添㗎。呢幾個入球都係出現咗喺10分鐘內啊，3個入球。東方龍獅嘅攻勢。俾翻新組一次勁射啊，又係過唔到李日俊嘅十指關。跟住落嚟呢，就見到標準流浪又揾到機會啦噃。祖連奴嘅傳送就俾林家偉抽腳掛網波，令到標準流浪喺58分鐘反超前2比1。呢下林家偉同祖連奴嘅配合相當靚啊！祖連奴交翻個波俾佢，勁射左腳，哇！狂抽入網。呢個入球呢，亦都令到東方龍獅喺跟住落嚟嘅時間呢，要不斷諗方法，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入球出嚟。東方龍獅都即刻換入黃之浩同埋迪高兩個後備球員。呢球迪高就一個頭槌批埋去，不過就入唔到波㗎。李日俊又救出。李日俊呢喺呢一場比賽呢，亦都係表現得相當之好嘅嚇。呢下呢，就見到迪高嘅頭槌都批高咗。費蘭道都喺右路，今日都好活躍啊！東方龍獅喺補時嘅階段，基頓就藉住對方嘅守衞嘅誤會啊，射入空門嘅。呢下呢，就係嚟自費蘭道嘅傳送，見到呢就杜格拉斯同埋李日俊嘅誤會啦嚇，令到基頓呢就把握到機會，成功將個波送入網窩。呢個入波呢，亦都令到東方龍獅呢最後能夠逼和。標準流浪咧係2比2。最後梁冠聰就掉咗個波出去啦。其實佢都係心急快啲開波啫。結果最終兩隊打成2比2平手嘅。